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3月2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对于金融消费者来说又是折磨人的一天。这个胡适折磨小散户的一天终于结束。3月28日 ，A 股缩量调整，盘面杂乱无章，热门题材集体哑火。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0.67%。报3351点，深成指跌0.57%，创业板指数跌0.79%，北证跌1.85%，科创50跌1.07%，两市成交额只有1.1万亿，已经接近1万亿了啊！一旦进入1万亿的区间，我说过，两市成交量只要进入1万亿区间，标志着去年9月底以来的这个反弹啊，这个闹剧彻底结束。比上个交易日相比，又是缩量将近1000亿，4352家下跌，942家上涨。对散户来说，就是缩量亏钱的一天。本周5个交易日都是这种小阴线，有的是十字星，已经走了连续1周。但是散户来说啊，那是血亏的一周，就是看上去指数好像没怎么跌，跌的也不多，但是散户在流血，散户已经被这个胡适蹂躏的不想说话。近20个交易日，主力资金流出3000亿，这个还是在证监会号召这个长线资本进入，国家号召稳住股市，但是有资金毫不犹豫的、坚定的从胡适撤出，成交量从2万亿、1.8万亿到现在只有1万亿，充分说明很多资金已经离场观望。现在市场就是一些存量资金还在那儿博弈，还有一些肩负某些使命的国家队在里面。这个局面确实让这个股市的这个小散心力憔悴。本周已经过去了，散户是血亏。那作为还在场内的小散户来说他就关心下一周会怎么样。下一周恐怕又是一个暴跌，也就是说下一周很有可能选择方向。如果你想着他选择往上走，你要问自己几个原因，你要给出理由。胡适凭什么往上走？上市公司的业绩基本面好转了吗？下周是年报披露的密集期，大量那些垃圾股都得披露年报。什么垃圾股？那些讲故事的，一会儿是说自己是算力，算力火的时候他是算力，他是太阳能，他是海洋经济，是不是胡适大量的这样的企业？主营业务一年赚不了几个钱。你比如说还有什么钢铁公司、杭钢集团，他非说他是算力，他是人工智能，你说你拿他怎么样？怎么说都是奇葩，这就是在美西方，在没落的美帝那儿，这闻所未闻。听说这个英伟达是从一个什么汽车制造厂演变出来的，也没听说这个苹果是哪个钢铁公司改行改出来的。所以你在胡适什么奇葩都有。下一周就这样的企业，它都要公布业绩，恐怕又要让这个金融消费者失望了，梦破灭。实际上这个胡适现在监管部门可以说已经操碎了心了，给你稳在这儿。虽然小散户有所损失，但是大面上还能看得下去，因为现在是3300点。对这个金融消费者来说如果你不想被深度套牢，不想做山顶资本，不想赔的裤子都没得穿，实际上你完全可以这个时候撤，因为你这个时候赔的还不算多。主管部门一直给机会，把稳在这儿，他也有稳不住的时候，实际上给你创造撤退的时间窗口，不要不领情。但是金融消费者他容易误解，容易错误的领会意图，以为这要走牛市，牛市的走了30多年了，你什么时候看见过牛市？30多年了，你不说牛市还好，一说牛市，那很多人牛市赔的更多，大部分人亏损都不是在熊市亏的，熊市是亏钱，亏不了多少，牛市恐怕更多的人赔钱，而且赔的更多。所以说这个你也不用看什么 K 线图，现在指数就是个双顶形态，泰山压底，下周要暴跌，下周恐怕就来根大阴线趋势就确立了。你说这个 K 线图都是假的，画给你看的，就想把你吓唬出去。完了之后，只要你小散户一下车，胡适又一骑绝尘，追都追不上。你不要老有这种想法，你看一看，现在会也开完了，美帝特朗普特不靠谱，在那儿王八拳正在抡。你说现在还有什么措施说改变当前这个现状困局？怎么样能让上市公司的业绩好起来？怎么样能让这些大股东就不再什么非法减持、为非作歹，不在这些公司憋着一股劲就琢磨着以上市割韭菜为目的的这种 IPO 有没有停下来？有多少人创业的时候，他的目标就是奔着上市套现、财富自由？整个资本市场扭曲了。本来资本市场目的是什么？是让创业的人有钱，不需要通过银行贷款，他就能拿到风险投资，做大企业，回馈社会。上市是为了让
第一批投进去的人，让他有所回报。这些人他们是高风险高回报，他们要去投下一个项目，一级市场，让这个企业在二级市场募集更多的钱，去壮大企业。你看最近小米还有蔚来，好在这俩企业都是港股，香港疯狂圈钱，干什么？这就是过冬储备子弹，就这么简单，这么粗暴。就趁现在科技股有行情，赶紧增发，先圈它几百亿，因为接下来新能源汽车拼杀那是血淋淋的，谁血槽厚，谁能往下耗？很多企业就是新能源汽车企业，它为什么公布一个非常亮丽的财报，就是让它股价上去，股价一上去，后面就琢磨着增发，赶紧留现金，准备打仗用，准备过冬拼刺刀。等到你这企业不行了，你再融资融不到了。你说恒大现在在市场增发，谁会理他呢？恒大汽车你再扎实又能怎么样？说这么多什么意思？这个胡适，你要说他要走牛市，你先问清楚。第一个，这些胡适的这个主力上市公司，它基本面改好了吗？第二个就是监管，它这个漏洞都补上了吗？完善了吗？对那些大股东这种各种套现，直接想把公司卖掉，它的增发它是为了圈钱，完了之后想把公司给卖掉，整个套现，欺诈上市，财务造假，对吧？游资控制操控市场，券商、会计师事务所联手造假账，或者是本来他有监管的责任，但是他放弃，跟这个实际控制人跟大股东沆瀣一气，就这些都改好了吗？一条都没改好，凭什么就会走牛市？咱们不能自欺欺人呐！整个胡适80%的利润居然来自于几个银行加中国移动，也就剩下的4000多家上市公司，或者将近5000家上市公司没有利润。你把他们利润加到一起，正好差不多是个零，甚至是负的。你比如万科2024年一亏450亿，那很多小上市公司一年就赚5000万，净利润5000万，净利润1个亿。你说万科一个人一亏，顶上几百家这小上市公司，你说这样怎么会有牛市？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向上突破那都是假的，即便它向上突破，那都是诱多，想让你去接盘，成为山顶资本，它走不远。成交量已经说明一切了，很多资金撤离，玩不下去了，这故事讲不下去了，还讲什么故事？该拿的招都拿完了，消费贷已经给了，30万给你改成50万，甚至有的给你100万也可以贷。如果你的征信不错，五险一金全的，历史上也没有个什么违约这种记录，你还有房子，你能贷100万，时间给你7年，利息现在有2.4的，已经非常优惠了，优惠贷叫消费贷都已经这样了。你觉得还有什么招要出？就还能出什么招？没有招可出了。总不能说有人抛弃消费贷带了钱去炒股，这样的人消费贷是不能用来炒股的，这个是原则。但问题是你怎么监管？我这有10万块，我本来是要去买一个比亚迪的，这是我的权利，没毛病。现在你说你给我消费贷很便宜，那行，那我贷10万，我带着这个10万我去买比亚迪，把我原本用来买比亚迪的资金我去炒股，我就不知道这个违法吗？叫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你怎么知道哪个钱是哪个钱？那事实上就是客观的结果，就是你如果不贷我这10万，我就不会去炒股，那是不是这个逻辑啊？你现在贷给我10万了，我股市就多了10万，这个难道不允许吗？所以我有很多人脑子比较轴，就比较死。他一说这个贷款是不能流入股市的，实际上是可以的。问题是这真的有人去贷款炒股吗？会贷款会加杠杆炒股吗？那恭喜你，你已经跟低保老人一样上道了，开始加仓加杠杆，离暴雷就不远了。曾经有警方说，你这个钱宁愿让骗子骗走，都比你投到股市要好。骗子骗走了，这个警方保不齐还能把你追回来。你要是在股市里面没了，警方也没辙，你就报警没用，报警把那骗子抓住，骗子说这钱确实投到股市了，没了，赔掉了，那你怎么办？说这么多什么意思？说什么你觉得你下周要暴涨，还要反弹走牛市？你问自己几个为什么？这一切还在金融股、银行股在这死死撑着。实际上银行股这个端倪已经显现了，但是国有大行还在这撑着，它的盈利、它的营收、它的报表，反正你挑不出什么毛病，给你感觉能支撑现在这个股价。但是你看招行的股走势已经告诉大家，招行见顶，银行的报表我们也不用再去看，因为它已经，你要看绝对会让你感觉到踏实，他想告诉你就是踏实，这个很稳健。但是你想啊，连2.几的消费贷都出来了，这是人行要求的，而且要大力推广。你3年定期存款的利息都是2%，也就是息差你只有0.1%，银行推2.4%的消费贷，就在目前的情况下，它是不是赔钱？是不是凸显银行业压力越来越大？
所以说你说银行业还是利润越来越高，越来越赚钱，这个怎么说也解释不过去啊。如果你要老这么宣传，那实业实体还有老百姓那就该有意见了。我们都这么难，你银行还这么赚钱，为什么银行金融业不能像实体再让点利？那就有人要求这银行你得继续降低这个贷款利息，是不是啊？大家是不是压力越来越大？按揭贷款还不起，这个工资下降，面临裁员等等。为什么？因为企业不行，人家企业混不下去了。企业为什么混不下去啊？一个是主营业务现在不行，市场不行；第二个那边背的债利息太高，都在给银行打工。那大家就呼吁银行能不能降点息，是不是这个逻辑啊？也就是说，你如果整个大家经济不好的时候，你说银行经济蒸蒸日上，芝麻开花节节高，这个是不是拉仇恨？所以说你怎么看？你通过逻辑判断，你都知道这银行啊业绩这么高，稳步向好，每年增长多少，觉得靠谱吗？他今年还能粉饰，明年能粉饰吗？纸包不住火啊，丑媳妇最终是要见公婆的。我们就不说房地产导致了坏账，我们也不说那些很多人按揭贷款还不起的房子不要了，随你银行处置，这些咱都不说了，给银行造成的坏账咱也不说，你就说息差是不是够银行喝一壶？在各行各业都不赚钱，都在濒临倒闭的情况下，银行说利润一路高歌，说得过去吗？这本身也说不过去啊。说一千道一万，你如果认为会走牛市，那你要问自己几个问题，看看能不能说服你。你不能做鸵鸟，把脑袋埋在沙子里面，在那喊着牛市来了。牛市不能靠一厢情愿呢，牛市也不是喊口号喊出来的。这30多年了，牛在哪儿？上无力，或者叫无力向上，那它只有一个选择。最近成交量越来越低，网上也有传言认为量化猖獗，导致游资损失惨重，游资也就是停止交易或者减少交易，以示抗议啊。但这都是传言，成交量确实在萎缩。萎缩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主流还是因为有资金撤了，人家确实不看好。但是有人说是因为量化导致，某种意义上就是要求监管把量化停掉。这个正好刘继鹏老师最近也是这个观点，这就是量化这个不公平，靠股民喂量化，都喂出一个 DeepSeek 出来了，说游资的投降式抗议。2025年3月龙虎榜数据显示，说前50大游资席位单日成交额仅12亿，创3年新低。圈内流传要赚钱先饿死量化的口号，本质是传统交易模式灭绝危机。然后游资说连板战法失效，也就是这个游资炒作控制这个股价，现在已经被量化给它攻破了。以往有人统计，很多股票题材股今天封榜暂停，明天溢价至少是7%，这是有人统计。但是自从有了量化参与以后，量化它也参与短线暂停，量化一参与之后，第二天这个溢价从7%降到了负的1.3%，这就导致那些打板客啊，专门在涨停板上成交的那些赌徒胜率跌破30%，也就是你很有可能70%可能你要赔钱，所以很多游资参与打板这个积极性就下降。题材挖掘失效，游资刚点火的新题材，量化1秒内完成概念股的全覆盖，溢价空间被压缩至2%以内，也就是人家智能炒股，游资拉，比如说算力板块，一般的是游资拉算力板块龙头，给他拉几个涨停板，其他的算力板块还有一些概念股嘛，游资会不去布局，等着别的游资、别的散户去发掘这些题材，去把它抬起来。我不知道大家理解不理解这意思？算力板块的龙头游资直接给它封个涨停，其实花不了多少钱封板，实际上他在这个股票封板之前，他已经在别的算力股上，他已经偷偷的买了好多股票建仓了，他通过声东击西拉这种股票拉涨停，他真正的重仓那股票靠散户去推，可能小游资一看这个龙头涨停了，那别的肯定也在涨，赶紧买，你就看见它呼呼呼往上涨，第二天这个龙头再拉一个涨停，连拉8个涨停，这一套玩法失效。为什么失效？就是游资刚去炒一个算力股板块，你前面刚拉涨停，人家后面就量化基金，它人工智能下把所有的算力板块，人家全部参与，1秒钟全部搞定，人家也等着散户去抢。这些赌头、这些散户啊，蜂拥而至，这些量化基金先跑，开始砸盘，人家反正赚1%、2%，人家跑了，你知道吧？散户的血包供养，深交所的数据显示啊，说资产50万以下的散户贡献76%的成交量，却仅获12%的收益。量化通过心电图策略30秒内制造
正负0.3%的波动，也就是它这个波动只要把它的手续费、税能够覆盖，它就开始赚钱。这叫量化反复收割，某100亿量化私募测算，其高频策略年化收益78%来自散户割肉。这个是市场的一个说法，主要是厌恶量化把私募、把游资、把散户全给割了。但是这个恐怕也是为了给监管施压，也把量化给它限制，给它取缔。我认为这个就是蠢，这就叫活该。你这种操作就是炒概念、炒故事，赔钱是活该。你如果量化，你割英伟达试试，你割一下那个什么苹果，你割得着吗？如果这只股票年年都会创造大量的利润，年年给股东更大的回报，人家买了这个就不卖，一直持有，你量化怎么割？割谁？无非这些游资、这些散户，他的高频交易策略比不上人工智能，所以他就要求不准人工智能参与，咱们的手搓，不就这意思吗？实际上我是提倡量化，这个时候不应该限制量化，而应该加大扶持量化，通过量化来把这散户、把这些赌徒、把这些所谓的游资全部给他割得他再也不敢进去了。机构，你有钱搞量化，搞这个人工智能，我也有钱搞人工智能，你的策略我也可以搞个策略，咱们俩互割，机构跟机构割去，把散户割完，把那些沉迷于短线交易的，还有人提倡 T+0，我倒是建议 T+0赶紧实行。那 T+0这一实行，这散户立马至少少一半，很快就没了。那个更刺激，你现在买了马上就能卖，你会被这些人工智能、被量化给玩得死死的。恐怕最近股市走势，胡鑫老师没少赔钱。为什么呢？因为最近连续1周，胡鑫老师都已经没有再为他的额跌在洗地了，没有再为额跌鼓如呼。这是不是因为胡适赔钱了？胡适给了他教训，让他惨层的人性又露出了一点。很有可能胡鑫老师最近的矛头都是对准了美国的特朗普关税政策，在对准社会咱们的一些社会热点啊。你比如说最近长沙它考试政策，就是中考还出了一个政策，对什么高层次人才子女实行单列。这个在网上引起舆论。实际上我觉得这个都是多此一举，因为接下来这个小孩越来越少，很多学校都招不满，你这个时候还在对小孩进行三六九等的区分，有什么意义？这叫开历史倒车啊。胡鑫老师说，长沙市这样做的初衷是为了吸引高层次人才，这中间没有私心，考虑的是城市发展。也就是胡鑫老师先稳住长沙市，说他先又背书说长沙市这么干没有私心，胡鑫老师又你看叫和稀泥，但同时又指出说教育公平是社会基础性原则，任何善意不能以破坏这一基础原则为代价。但是我们社会的历史层面、利益层面很复杂，而且同时有很多公共目标齐头并进，这种情况下，那些目标所对应的原则需要有优先排序，而公平肯定是现代社会更为重要的原则，其他具体目标都不应与他对立或者轻视他、挖他的墙角。胡鑫老师说的云里雾里的，不太清楚他说什么意思，好像提到社会公平，大概这意思。社会公平，说到社会公平，那胡鑫老师应该想象一下，好好的叫摸着自己良心。你现在看到农民一个月140一个月，你现在2万多都是退休金。如果说你在位置上，你还在环球时报主编这个位置上，那你比农民拿得多，这个咱也能理解。你的岗位重要吗？你是守卫舆论边疆啊，你是喇叭。但问题都退休了，都是在这儿不再产生这些什么社会贡献了，但是你的工资是2万多，人家是140，这个公平吗？就是胡鑫老师聊公平，这不就是个笑话吗？哪儿公平了？哪里有所谓的公平啊？农民从他生下来到这个60、70岁，就到他死，没有什么闲着的，就没有人有休息，说什么1周双休，或者是什么年龄段他不用干活，没有，都是活到老做到老。所以说胡鑫老师扯公平，这个总是说服力不够。胡鑫老师说，据媒体进一步报道，目前实施高层次人才子女教育优待政策的地方远不止长沙，比如有的地方规定高层次人才子女中考达到志愿学校投档分数线的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他说这样的规定，我认为同样有违公平。高中不是义务教育，中考是选拔赛，有特殊政策，应当面向所有考生，而不该以学生的家长来区分。有极个别的情况需要在民意的广泛支持下才能实施。还是那样的，就是胡鑫老师批评的是有形的这种，就是表面上的不公平，他没有去触及这个不公平，就是不公平所形成的根本原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公平？这个表面的不公平好办，它可以伪装，伪装的很公平，实际上还是不公平。你不找到这些不公平的根本原因，你也解决不了所谓的不公平。就像胡鑫老师退休金，
比农民高上，对吧？200倍，一个道理。说一些学生家长对长沙市教育局的新规表达反对，这一意见我认为有依据，应当受到尊重。回信说，客观说，各地为吸引高层次人才，都会制定各种办法。那些办法如果做刨根问底的追究，很多最终都可能碰到公平的敏感线。因此，长沙市这个争议不应被视为很严重的事情，我们应该把它作为理清公平原则与吸引高层次人才关系的一个机会。你看，这回信老师又开始和稀泥了，也就是说，你不知道他的态度是啥态度，到底说长沙这么干是对的还是错的，该提倡还是该批评，你不知道。他说了洋洋洒洒这么多，最后他也说吸引高层次人才很重要，对一个城市发展太重要了，所以我们要理清在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时候使用哪些优惠政策，需要不断探讨磨合。这里我认为涉及2个问题，一个就是教育资源匮乏，优质教育资源还是少，正因为少它会导致不公平。而如果以后这个小孩越来越少，那相对来说这种矛盾就少了，这种不公平它自然就消失了。你当地的一个重点中学一年招1000个学生，现在有4000个学生，那你不管采取什么手段都很难做到公平。是不是以为考试就公平？考试为分数论，那是你以为的公平，也就是你很难做到绝对公平啊。那什么时候绝对公平？那也就是等到这个小孩只有2000了，一半人能考上，另外一半人本来他就不想学习，这样就公平了，只能是这样。第二个就是教育资源、教育产业化。我们现在教育它既不是完整的就是全面的市场经济，它也不是完整的说这个叫什么计划经济，它将结合的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所以它很容易就导致一个什么？导致这个不公平。因为你如果是国家投入，那也涉及大头的钱，大头的钱是我们所有人的，那我们所有人都有这个机会，孩子都有机会上这学校受这教育，因为我们交钱了，大头的钱吗？跟我有关系，所以你让他上不让我上，那这都会涉及不公平。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我不知道大家理解不理解这个，你只要我是花了钱的，你大头的钱有我的，然后你用大头的钱去投的这些教育，北大清华，完了之后你说我考试成绩不行，没有资格上，这个都不公平。没有资格上，那你为什么花我的钱？不花钱也行，对不对？我没资格上，我也不用花这钱，我的父母也不用花这钱，我也认，这就是公平。那完全的市场经济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学校它主要是靠学生交钱，靠社会贤达去捐款，靠社会募集资金。国家给他的钱很少，给他拨一点经费，那都是象征性的，或者是那是有专门用途的，他主要是靠社会捐款。那这种，那人家愿意招谁就招谁，对吧？他爸捐的多，他爸捐了4个亿，那让他来上学怎么了？他爸对当地的经济有巨大贡献，那给他一个上大学的名额又能怎么样？广东人梁文峰在杭州，他DeepSeek给杭州造成多大的贡献呢？宣传他孩子是广东的，要到杭州上浙江大学，你说该不该让他上？他儿子去上，以后他孩子要上浙江大学，那就是不公平是吗？特招一下嘛，他为他一个人一己之力，不要说为杭州了，为中国做了多大贡献，合着他孩子上个浙大，难道还有什么怨言吗？有什么不公平的？所以说这个不公平纯粹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处理好大头和小头的关系。所以你看乱就乱在这儿，对吧？你大头少收一点，大头很少，你把钱都给我们个人，我们自己花，你又没给北大给过钱，你的孩子上不了北大，你有什么好怨的？你没有怨言。我再举个例子啊，有很多人说，你看北京人高考容易，为什么？北京的大学多，是吧？北京大学的人考的孩子少，但是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北京人为什么考大学容易呢？因为他承受了高房价，人家买套房就800万，凭啥要800万呢？你在什么你在长沙买套房在300万、200万，或者你也去上北大。我这举这例子，你就发现了，他北京人为什么考容易的？因为人家承担了更多。高房价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是高地价，高地价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是政府是不是卖地挣了很多钱？这个钱他就用来投入，所以北京市高校多，哪个高校不花钱？那个钱谁投的？不是政府吗？政府钱从哪儿来的？卖地是谁承担的？在北京的韭菜，你承担这个高房价，你看这逻辑顺不顺？当然了，北京高考容易，还有其他原因，因为他中考就刷掉一半，本来小孩就少，中考一半的上不了高中。北京也很少有复读的，那河南、山东那复读的，读第5届都有，第6届，你说复读生有多少吧？所以他年年高考考取的比例就低。那你说他都不是应届啊。所以说所谓的公平，我觉得核心原因还是大头小头。你花大头的钱，那我们就要追究公平，对不？凭什么把我钱花了，我享受不了这样的教育？你凭什么把我的钱花了，给胡一静老师发2万？给农民发140，这咱就得问一问，不就是道理吗？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